走吧走吧，你带你出去看大房子啊。哟，你会戒指啊？喉咙逼我也是。你屋里向个走中我来着。小心头不要撞墙，就是你的脑袋撞墙，他也不能撞墙。根本你俩不办呢？我们等会儿要放。啊对啊，发帽子还看自家的，走。哎呀，今天落雨嘎噻，哎呀，去看房子，真家好。是不是说我们家宝宝乖是吧？他有灵性的，知道今天去给他买大房子。上次跟我坐公交车就没这么乖，要坐奥德赛。他跟我讲，哎爸，这买出来真的没劲的，那是公共汽车的。外头看看是蛮灵的，非晓得是像的哈。哎，侬等等我呢，让他光讲蛮灵得清个玩的哈。啊，现在来啥子啊？当然买大房子。哎呦，你看得来，俺是来看一个房子啊，下头一大字呢哦啊。要打个问号。你为啥这样两个嘞？一个俺不灵，一个爱不灵，一个你都自个灵。现在这个期房是不敢买的，你万一烂尾的话，半辈子的心血就没有了。曾几何时，人满为患的地方啊！你在想啥？这你三个冲队伍啊！俺是他的来买房子，个哪开心啊？他真的很，他懂的呀。今天陌生的地方呢，一点都不哭，缺的不得了，坏的不得了，精的不得了。我们现在去看房子吧，直奔主题。我们的镜子后半辈子就在这儿。哎，行，你一次性都彻底懂的，定力来挨来改，四改了是再看，就相差20万，20万也不是什么大钱，一毛钱一毛害。我觉得20万是大钱，我觉得就没。你看，那个上的。哎呀，是我住在这，又不是你住。我在想，为什么顶楼价格低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思想的人多。对，不是改，就是因为有隐患。我们的房子是最新一代的建筑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要卖掉的一套房子就是漏得一塌糊涂。我们买的时候，他也是跟我们这么讲的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老早的那种房子？也不早，2007年的。你晓得，那个上头，你再那哈弄中国人的，一道是阳台房，这里是小孩的房间，哦，一道是书房间。还有人家报告高升，上山几班。这个房间里只能睡觉，其他事情都不能干了。为门到3女个头来着，一道书上台，螺丝靠在桌台上，哎呦。我们不保留房源，不保留了是吧？不保留。老板都想着急回款了。不保留的话，反正现在房源多得很了，现在这房子都卖不掉。我们小区好。代言。不小红书